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合法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讲客语的时候咯，咪咪笑讲合法。大家对美丑的定义好像都不一样哦。像有人说，自然就是美，自然就是美。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刺眼做黑讲，刺眼就是自然的意思。不是马该打扮做黑懂讲哦，打扮就是打扮的意思了。刺眼不是打扮做懂讲哦。也有人说，哎呀，太做黑讲，树大就是美，一整片的花圃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量很大就觉得很漂亮，所以各有不同的定义了。不过说句实话，大家还是喜欢看漂亮的东西。那漂亮这个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讲按讲，就是 very beautiful， 真是漂亮啊！哎呦，要聊林果按讲，这个苹果长得真好啊！再来要个 C 莫按讲，这个小姐好漂亮哦！要让桑夫按讲，这套衣服真漂亮哦！好啦，所以有人喜欢每天打扮的这个漂漂亮亮的、光鲜亮丽。客家话呢就有这种形容词咯，就叫做讲内内。哎呦，给当你骂你讲内内，他每天都这样子很漂亮的样子咯。那么讲完了讲完了漂亮呢，我们要来看它的 opposite， 看它的相反词是谁呢？那就是很丑。很丑，客家话怎么说呢？懂醋，或者是懂贼。小时候我的阿嬷说，要在森林就长了按贼呢，说我啦。小时候呢，我鼻子扁扁的啦，眼睛小小的啦。哎呀，阿嬷你眼光不是太好。长大了，我妈也是讲内内，有没有啊？好，所以很丑就是懂醋，然后懂贼就是这么说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把这两个字连起来，叫做讲就是漂亮，贼就是很丑，讲贼就是美丑的意思了。那客家谚语当中呢，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？醋黑醋啦，不过醋了懂有款。嘿，我觉得这句说法很好啊。丑是丑啦，不过丑得很有型，很有个人特色。醋黑醋，不过醋了懂有款。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讲醋某必字，中医张参戏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美丑比不完的啦。中医看上了眼的话呢，那真的就很惨喽。其实就很类似王八对绿豆，相看两不厌，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意思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学到这里了，暗自 say 再见哦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